少粉絲咧同錢錢講，點解你咁少講吊墜啊、耳環啊呢啲款式？錢錢呢度咧，吊墜耳環其實唔少嘅，更多嘅朋友咧中意定製，因為定製佢可以根據自己嘅預算去做。如果要求品質嘅，價錢唔低，光2粒珠已經要一定嘅預算。耳環戴喺身上，佢確實係一個女人好好嘅點綴。如果中意幹練啲嘅朋友，可以戴耳環啦。可以帶一啲簡約大氣嘅款。如果係中意柔情啲嘅，就好似呢個朋友咁樣，佢可以加啲流蘇，加啲修長啲嘅設計。如果面型大啲嘅朋友就可以戴呢款啦。每一個朋友其實都會根據佢唔同嘅性格、唔同嘅面型同埋唔同嘅服裝搭配。好似呢個冰種嘅白冰嘅耳環，呢邊呢錢錢淨係做咗個最簡單嘅一個耳環嘅扣頭。另外耳釘其實用珠嚟做，亦都唔少嘅。珠仔一直俾人哋感覺好圓潤通達，可以作為翡翠嘅各種各樣嘅服。珠仔無論喺成個翡翠以及珠寶嘅 DIY 中都係用得最多。好似呢一粒咁大粒嘅，我哋呢如果將佢做一個簡單嘅一個路路通，佢亦都係可以嘅，綁一條繩就可以戴，亦都可以穿為手珠嘅手鏈、頸鏈。珠仔嘅應用有好多。如果有啲中意新中式設計嘅朋友咧，就可以考慮呢款。呢2粒咧都係好大粒嘅珠啦，13加以上，有一定嘅厚重感。有時候咧唔需要太多嘅點綴，一對耳環就可以令你柔情萬種。定製可以玩出好多嘅個性化需求。如果中意定製嘅朋友，不妨同錢錢多交流一下，關注錢錢請翡翠唔踩坑。